你知道太子究竟有多狠吗？他真的是那个傻乎乎的皇子吗？跟了自己几年的护卫，只因见了范闲一眼就全部灭口。为了让范闲帮自己，一把火屠杀了史家镇全村。其实太子的心远比二皇子更狠。第2季中的太子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獠牙。在《庆余年》剧版第1季的故事里，太子李承乾和二皇子李承泽2人对比，似乎李承泽笑面虎更为出彩一些。李承乾这位太子则是显得有一些呆板。不过第2季刚开播不久，李承乾便展现出了自己的心机，甚至要比李承泽更加的有城府，也更加的能装。待范闲身死的事情传为京都后，大多数的画面都是给到了李承泽，毕竟是他派遣的谢必安拦截使团击杀范闲。关于李承乾的画面完全没有，似乎李承乾对此事一直置身事外。在范闲还处入假死阶段，进入宫中寻找李承乾帮助的时候，李承乾更是直接装聋作哑，表示自己不知道一切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就算是范闲站在他的面前，李承乾也可以完全装作看不到。单从这一点来讲，李承乾的城府就非常的深了。他明确的知道范闲死亡的这一潭水太浑了，稍有不慎就会将自己也卷进去，只有装作不知道置身事外才是最好的办法。若不是范闲告诉他这是打压李承泽最好的机会，李承乾可以一直装傻冲愣下去。而在范闲离去之前，也询问李承乾如何处理看见他的侍卫们。李承乾嘴上说了将他们全部关起来，但范闲走后，李承乾却完全不留情面，将侍卫全部杀掉。为了让自己和范闲的行动不传出任何一点风声，李承乾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，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。范闲自然也不知道这一点，毕竟太子身边的侍卫那么多，就算是少了几十人也不会引起注意。之后就是抱月楼李承乾和李承泽的碰面了，这场兄弟2人的会面更是足以看得出李承乾的心机。太子殿下怎么有空来这种地方啊？私买人口可是国之重罪，谁成想在这儿还碰上二哥了。刚给你买了 iPhone 5，你就要5S。我劝你说话做事三思。思什么？怎么死？在李承乾被王继年告知抱月楼的事情后，完全卡着点前往的抱月楼，并且在此之前，李承乾早就知道袁梦是李洪成的人，并借此来让李承泽撤退。李承泽为了后面让李洪成跟范若若成婚，将范闲再度拉下水，便也选择先忍下了这次失败。之后在庆帝安排家宴的时候，范闲当众弹劾李承泽和李云瑞2人。李承乾却并未感到任何意外，他知道范闲会这么做，甚至后面李承泽请求庆帝让李洪成和范若若成婚，将范闲拉下水，李承乾同样也没有感到意外，这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。李承乾很明确的知道，让范闲跟李承泽之间狗咬狗，他这太子之位才能做得更加稳妥，选择和范闲合作，就是为了不让自己动手罢了。这一招借刀杀人其实玩得很妙，无论范闲和李承泽之间谁获得胜利，另一位也会元气大伤，无法继续对他构成威胁了。在家宴结束后，李承乾便去寻找范闲，见到范闲后，言语之中让他先放下跟李承泽之间的事情，让范闲想办法讨庆帝欢心。但实际上，李承乾太了解范闲个性，越是这样，范闲越不可能就此收敛，甚至会更加努力的去对抗李承泽。而这时，范闲询问李承乾关于史家镇的事。根据范闲的调查，李承泽和李云瑞跟北齐走私的事情，在史家镇中有着大量的线索，但李承乾却表示他的人去晚了。到达史家镇后，整个镇子已经被毁，里面的人也尽数被杀，无法再找到任何的消息了。范闲得知这件事后，立刻就将史家镇的灭亡归咎在了李承泽头上，殊不知李承乾才是造成这件事的幕后推手。范闲欺君，你连这也敢护着？他们真死了啊！眼前这位是？看别人有了 iPhone 6，你又要 Plus。陈二哥，你可别吓我，我这眼前哪有人啊？看珠子掉地摔八瓣儿，我攒钱过日子。李承乾和李云瑞之间的事情，在第1季中就有所表现。在东宫中，李承乾屋中摆满了女子画像，虽然这些画像并没有画上脸，但却可以看出李承乾画的是李云瑞。在皇后将李承乾叫过去后，更是拿着这些画像质问李承乾，言语中也说得很明确，让李承乾这位太子保持住自己的身份，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去做，点明了让他离李云瑞远一点。当时李承乾也被皇后的震怒吓得不轻，立刻就答应了这件事。而以李承乾和李云瑞之间的关系，如果李云瑞和北齐走私的话，李承乾不可能置身事外。即便是他不知道李云瑞跟李承泽之间也有合作关系，却不可能不知道内库走私。所以史家镇中其实也有关于李承乾的一些问题。如果范闲真要查下去，李承乾也同样逃脱不掉走私的事情。事情再严重一些，他的太子之位也可能不保。所以李承乾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将史家镇除掉。李承泽是一位笑面虎，但李承乾是一位真正的变色龙，他会将自己伪装
装成别人想要看到的样子。身为太子，李承乾在明面上必须要保持行止端正，只有在自己母亲皇后面前，保证身边没有外人的情况下，才展露出自己真实的一面。李承乾知道庆帝想看什么，同样也知道范闲需要什么样的人帮助，他一直在努力的演成别人眼中的样子，但实际上，真正的李承乾其实比李承则更狠。李承则起码能将自己的狠放在明面上，但李承乾是真的将自己的狠辣深深埋藏了起来，即便是如今的范闲也看不透。恐怕真正了解李承乾的，只有那几个老狐狸了吧。好了，关于《庆余年》第2季中太子李承乾的介绍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进行留言互动。